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又是一个诈骗的新手法。新甲民众推销省电器，结果向台电来检机偷接电，趁这个安装的费用甲检机的奖金双面赚，一只牛剥两领皮。有人因为安尼去互告讲偷接电，爱来补纳到900万的电费，向立委马文君来申请。立委是呼吁着乡亲爱注意这种假洗电真诈骗的手法。最近，立委服务处接到真侪件，和台电掠到偷接电的真情。真情用户集中伫大埔里地区，除了互人告，而且佫补纳电费钱，补纳的金额为几10万，甚至超过100万。因为咱有真侪人拢会去推销，甚至因讲穿甲台电的迄服装吼，真类似的迄。据了解，这用户拢是听信不明人士的推销，付5000块至几万块不等，到这个接电器，后来就互人检机偷接电。那坊间所谓的在推销有些省电器啦，或者是节电措施的等等呢，他们常常有时候会假冒台电的员工或者是承揽商来诱骗民众上当。台电特别提醒乡亲，若要省电，爱照起工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